家平安，欢迎收听十月7日的迦南之声。我是尤鹏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奇异恩典，耶稣全能的侍奉。马太福音8章，我们要看1到34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路加福音10章19节。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虽然有受人质疑的时候，也有遇见排斥他的人，但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专心来聆听他的讲道，因为主的话语有权柄，有能力，能震撼人心，翻转人的生命。这正是神国的全能，是我们应当所指着夸口的，更是我们活出与世人有所分别的依据。耶稣在山上宝训宣讲完天国的法律、伦理和法则之后，他就下了山，带着受过天国知识训练的门徒，预备开始要实践的服事。所以耶稣展开君王的权柄和信心的侍奉，来提醒跟随耶稣要付上代价。我们来看这一章提到，耶稣在服侍这些的病人的时候，是出于爱的服侍，特别对那个洁净就是长大麻风的这个服侍这个是一个在当时是没药医是一个好像是绝症一样，而且会传染。所以大麻风病是当时被视为不洁的病，利未记里面有提到所以耶稣他出于爱，要冒着被传染以及礼仪上不洁的危险来接触病人。他本不需要如此麻烦，却愿意同时医治病人的心灵。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没有人愿意来跟他在一起，他是被隔离的，是被放弃的，他的一生都必须面对隔离，与亲人有这样的一个距离，他们是被厌弃的。到耶稣的面前，不过是像乞丐想恳求这位君王的怜悯。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触摸的时候，他的心灵的震撼，怎么会有人愿意摸我，敢摸我？我们看到耶稣的爱，也在这样的禁忌的触摸当中表达无遗。第二，我们看到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超越的信心特别是这个百夫长，我们看到信心超越了社会地位，他愿意放下权力寻找耶稣，谦卑来称呼他。信心超越视线和距离，他没有怀疑，他是信靠耶稣。你不用那么麻烦，你说了一句话就好了。信心超越种族藩篱。犹太人得以经历君王的全能，是因为君王直接的接触，而外邦人则是因为相信他的话。在这恩典的时代里面，君王的全能乃是彰显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看到透过什么？透过听主的话，受教于耶稣的话，得着医治，得着主的医治，赞美耶稣，赞美主。
我们看到从百夫长他为仆人的病，他愿意谦卑来寻求。他以他的地位，他知道说耶稣你讲了一句话就有权柄了。另外我们要来看耶稣的全能的彰显，没有一种病是可以限制他的，是他医不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全能能够显明在各样的病症上面，医治长大麻风，医治瘫痪，医治热病，就是彼得的岳母，医治被鬼附的。我们看到在外在跟灵里面的，就是说身心灵各样的病症，没有一样的病症是耶稣不能够解决的，不能够医治的，都可以，因为他是全能的主。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的权柄是彰显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境界。第一个是显明在人的心中，因为他权柄的展现吸引了不同的人来跟从他。对于一般挂名的基督徒，耶稣警告他们，跟从主需要牺牲家庭生活的温馨和享受。愿意接受主的训练的基督徒，他要成为门徒。他劝勉他们要爱主过于爱他的亲人，不容易哦。要成为门徒，要付上代价了。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的权柄彰显在大自然界当中，能够平静风和海。可能撒旦常兴起环境来攻击人，我们也看到迫使人向主来祷告。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花更多时间来祷告，平常很平顺的时候可能都忘记祷告。主斥责环境背后的魔鬼撒旦掌权的，所以使我们或者是使人能够安然度过这个风波。这个是上帝的全能，或是耶稣的全能，是彰显在自然界当中，大自然。所以你奉主的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第三个，我们看到是在灵界的灵界，他奉他的权柄能够赶逐这些的污鬼。这个在社会当中，到处我们看到有被邪灵的捆锁的人，魔鬼撒旦也借着这个肮脏的赚钱事业扣住人们。这个社会的人执迷不悟，不欢迎主，他们宁可爱这些的牲畜，他们不欢迎使人得救、灵魂自由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思想，你有一些很难解决的事吗？你相信耶稣的权柄能够解决你的难题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为我们的软弱病痛彰显全能，彰显你的权柄。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主耶稣拥有掌管一切的权柄，可以医治所有的疾病的权柄，可以平息大自然风暴的权柄，甚至能够胜过邪灵的权柄。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权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但是透过这一些的经文，更提醒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的软弱跟不足，也但愿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经验到主耶稣的权柄，
赐给我们好像那百夫长的信心。你的话语带有全能，你说一句话就可以。无论我们面对多大的挑战，多大的难处，帮助我们相信，帮助我们知道你可以掌管，你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你可以医治，你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些的辖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不必因为忧虑恐惧而被压倒，因为你的权柄胜过黑暗的权势，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它。愿你的权柄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者，促使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经历的主耶稣的权柄，身心灵要得着自由。我们明天再见哦。